出嚟行要講4個頭。第一係行頭，騎題四常，演戲係需要大膽嘅假設，小心嘅求證。嗱，做人好緊要㗎。如果帶粗金鏈去演黑社會角色嘅話，咁就係細膽嘅假設，粗心嘅求證。第二係拳頭 action， 演戲唔係淨係靠把口講，我哋要有行動，有 action 先至有 reaction。第三個係諗頭 imagination， 所謂情理之外，意料之外。不過將偷聽器係講成一部抽濕機嘅話，咁就係情理之內，但係就物理之外。而最後一個係走頭 improvisation， 世界係充滿變化，戲劇亦有好多個可能性，咁即係話執生咯。